台北的艋舺公园的改善工程今日动工，这街友要何去何从，引起外界注意。民间团体也指出讲，政府目前的安置措施也无够齐全，才有可能会造成街友继续流浪。社会局是回应讲，因会和卫福部参详，希望中央会当透过资源整合，和各县市做伙来改善街友四界流浪的问题。台北艋舺因为有龙山寺、信道的布施，长久以来艋舺公园拢会聚集真侪街友。不过，即马艋舺公园因为施工的关系，已经规片围起来啊。外界关心这街友要安怎？台北市社会处表示，有提出安置措施，亲像安排因住入去中途之家，协助社处，或者是提供临时的住的所在。另外，嘛有协助街友登去挖户口的所在政策。那原来在公园周边也有11位街友业主，那经过我们多次的协助，那他有一些已经到我们的中途之家，有些已经租屋，那目前只剩4位，那我们会持续的追踪。不过民间团体表示，因为安置的地点有的所在较远，也无一定有做山工的机会，部分街友都无愿意接受安排。很多的所谓安置地点都是要到很远的地方，那么就会远离他们现在的生活圈，包括说他的工作的这个机会甚至于说有彼此照顾的人。另外，也有民间团体认为，真侪街友都是因为伫原本的县市无法度生活，才会走来台北市。送得去户口地的做法是治标无治本。在那个地方，他根本没有可以接触他的能量，或者更核心这么说，在台北市之外，那个地方的社会局有没有协助无家者的能量，在很多其他县市是没有的。针对这个问题，台北市社会局回应，因目前有和各地团体合作，提供无愿意离开的街友，先伫台北有安置的空间。社会局嘛呼吁中央编列预算来协助地方，甚至是通知各县市安置街友的资源，看街友的需求来协助街友。记者魏宗林、林希凯台北报道。